清真寺改建成酒吧。中国占领下的东突厥斯坦喀什市又有一座清真寺被当局改建成酒吧。该清真寺位于埃迪嘎尔清真寺附近。据说，虽然招牌上写着咖啡厅，但里面摆列着几种酒类，上面写着价格。维吾尔姑娘获得了世界冠军。在希腊首都雅典举行的国际柔术比赛中，12岁维吾尔姑娘阿迪拉姆乌舒尔获得冠军。代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参赛的阿迪拉姆在比赛中获得了金牌。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针对孟宏伟可能失租发表声明。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卓尔金斯多克10月6号发表声明，要求北京回应有关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可能失踪引发的关注。声明说，国际刑警组织已经通过官方执法渠道要求中国当局澄清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的状况。国际刑警组织秘书处期待针对孟宏伟主席的状况引发的关注得到中国当局官方回应。印度议员警告中巴威胁。印度议会的锡克教徒政治家辛格警告了潜在的中巴威胁。他说：“我们的邻居巴基斯坦、中国影响日益增加，长期目的通过毒品来消灭印度军。最近在中巴经济走廊的入口处古瓦达尔建立一个中国人小镇，引起里当地俾路支人的反响。”印度猪流感已致90人死亡。2018年以来，印度孟买共有90人感染猪流感，已导致死亡。据当地媒体报道，自1月份以来，已有90人因 H1N1 病毒，也称为猪流感而死亡。超过30人已接受甲型 H1N1 流感病毒治疗。